市内湖科学园区举办青人关怀活动，台北市长郭文哲甲要选这个市长的黄珊珊甲陈时中拢有到场，但是三脚欠一脚，就是蒋万安无到场。这个郭文哲是经替蒋万安劈战。其实蒋万安是回到家己的地盘立法院，另外来开战场，针对着疫苗采购30年教育等等的议题，继续来弄陈时中。首页各地为内湖科技园区关怀活动起鼓，要伫28宣布参选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，甲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同台，因为两个人无虾米互动。因为知道那人很多嘛，这就是打了一个招呼。是讲无看到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。发动这个千人这个要勇敢的，要勇敢。原来蒋万安是立法院骂陈时中30年改笔是恶上作业。几乎2/3都被涂黑啊！这实在有够夸张啊！那这不是黑箱，什么是黑箱？400多亿的预算，就是不愿意让外界清楚知道你钱怎么用，用在哪里，不让国会监督。他是那个会议的主持人嘛，一个立法委员或还有他是一个本身是一个法律人的背景，应该把这双方情况弄得更清楚，免得就是这样不断的浪费大家的时间。陈时中嘛回呛蒋万安将监察院针对3加11的调查报告想伤济。他最近脾气很大，应该是因为被踩到痛点了。3+11的报告不管是怎么样，我觉得人民心中已经有判断了。用疫调来讲，它没有关联；第二，从基因定序来看的话，也几乎没有关联。为3加11到疫苗采买合约的改变，三方的阵营尖锋相对，拢打算要透过政治攻防，争取更加侪台北市民的支持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